高雄公营码头伫咧这年假期间，受大型的鸡龟翁仔只卡蛙挖伫咧江边，是啥真济大人囡仔做伙去看，嘛有袂少生理人趁机会去摆搭。不过，昨煞是有大头家认为讲这边仔的搭和伊上过挖3个人起冲突，警方点监视器是已经找到人，赶叫去问话。提鸡龟啊，这生理人惊向另外2个人，所来就拍起来啊。代志发生伫这个测试的高雄公营码头，有当地社地电视进入人去的 IP 只卡蛙，边仔游客看到，惊一个赶紧闪开。听到他们那边有比较大声的那个讲话的声音，我想说回头看一下，就看到一堆气球在上面飞，然后才发现说，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在吵架。高流中心讲，涉案这做生理的人拢无证照。也那警方迄天虽然无接到通报，不过也提醒集体冲突已经违法。中岛已经找到涉案的3个人，要求到案说明，依法来办理。双方3人因摆摊距离过近而发生口角纠纷，产生肢体冲突，涉嫌违反刑法伤害罪嫌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1款家暴行于人者。警方将个车5早起到现场巡逻，那这做生理的人因为单位伤近起冲突，过年就几天现场有部分摆摊的人卖盗版的商品，民众也呼吁应该支持正版的。支持创作者的一个作品，那如果他有一个正式授权的商品的话，我们会想要买正版授权的，就是有点算支持他的感觉。人比较少，这在比开车来回比较不会塞车。想再来看一下他们变得怎样。真侪民众趁早起人较少，赶紧到公园码头来甲只卡蛙翕相。连续2天的巡河了后，高雄伫正月初5好天路，也有游客使把握电价最后机会，搁再来看一个只卡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